神仙。啊，你囡仔，你拖这脚是要怎啊？我唔是要搬厝，嘿，我是要去爬山，要去爬山？要去爬山。啊，你是是安那唔免较早讲诶？较早安怎？我穿西装要来爬山。我阿妈还未准备好，还是先来 pack。 安尼，pack 哦，我的家私，嘿，这脚无法度啦。这较有法度啦，6工山顶哈， ，6工的家私拢伫遮。你惊看有60步无6工？若是有一工爱爬去山顶去逃难，你一定爱知影要安怎活落来的。啊，今仔日就是要去学习正确的大自然生存的知识。哦，爱学习啦。对啊，但是来啦，咱爱感应一个啦，做伙来啦，倒茶缸啦。这真阿妈啦，这是真的对啦。哦，嘿，今仔日要去爬山。哦，要凹倒的就对啦。还去大自然冒险好啦，我啦。拄好有一个朋友吼，凹倒脚。哎，啊，另外一个吼，定定吼，你爱某上去，因某拢叫伊跪咧倒脚。哎，好强啊！莫再跪啊啦，上海。我跪死干了。等一下，啊，今仔日你靠安怎？你是讲凹倒脚，我是凹你们。你是跪咧倒脚，我是跪咧倒脚。嘿啦，欢迎欢迎。等者，安娜，今仔日要来爬山，我先甲恁考验。来，你先。我要创啊？啥物要创啥？拍起来无要怎？要创了，快拍起来！来。这好可怜。加油加油啦！爱用健康的姿势哦。哦，水。安尼会使无？会使。啊，无会受伤。我刚才你甲扭跳。对啊，伤重啊！会使跳来无？哎，伊比你较大，比你较大只你嘛。哎呦，不是我徛袂直，你有发现无？爱用腹肌，核腹心，肌，核心，要看。起来等一下。哦，你这袂使，你来。我变哪来？你坐电梯来，坐来，哇，我干嘛？难的啦。 6工的家私拢伫遮。这看起来我会使吗？哎，你体验一下啊。爱甲你斗三工无？哇，这搞我看伊好大起来无？看伊好大。卖受伤，卖给我帮忙。好，卖甲帮忙。卖受伤。哎，卖受伤。深蹲，举重训来，你是推进核心嘿对。你较高，哦，你比我较强。较高啦。这真正就重的嘞。蹲嘞。这是深蹲，重训。靠破呀！等下我靠破起来，靠你开。先带姐。好。啊，这边要贴落来啊。好来。这就重的呢。你爱修。好。哎呦。顺利，麦克。哦，这伤寒，这徛咧边。我就要卡这边再主人出来。今仔日是足特别一个专业的登山向导。我是讲是专业的搬运工。嘿，迄是协作嘛，是足伟大呢。嘿，但是今仔日咱的导览，你是咧忝啥？你拢无做啥？我会对我讲啊，我已经忝嘛了，我就喘的，知嘛？我规粒头拢翻光咧。差者。啊，恁两个拢有囡仔，你敢袂使有担心你的囡仔若是去爬山啊，大自然有足侪危险的代志，正确的知识，你敢袂使感觉你的囡仔应该爱知影？我是一点仔拢无担心啦，为啥？因为拢敢爱拍电动尔。你拢无啊，拿爬山不，我袂担心，拢袂危险，我敢若健身尔啦。我是会烦恼，因为阮迄个吼，就是拢目睭爬无金，嘿，伊出去拢安尼一直撞。伊嘛捌咧录影的时阵，下海切破坑啊，规个流血流滴啊。哎呦，我家在有参加公司的迄个节目啊，出发奇幻岛，有去迄个一寡户外求生知识。是，这其实足重要呢。户外教学的时阵，嘛会使知影。啊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拄仔有讲，就是爬山的专业的向导领队，嘛是教育训练的专家。伊足希望伊规身躯的知识呢，拢会使传予伊的小朋友，互因自细汉就有正确的知识，好好啊享受
大自然的美好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就是凹豆守护者小邱老师。欢迎，小邱老师你好。嘿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印度啊，可能拢以为是一个猛男出来，因为你的家是足重呢。啊，小邱老师，咱有考好要看者。好，来准备好啊。好来，来，野外佚佗爱注意。哪行哪学上趣味，甲小邱老师做伙。游山歌万岁！耶！老师请坐。啊，老师替你的家是请坐。等，你这个可能假哦。你讲的啊，嘿嘿，啊，舒服，走啦，游山歌万岁。哎呀，这伊敢爱起来，新奇你节当骗的吧？好，去看麦。你甲伊秀出你的男子气概。比我更较瘦呢。好，正面，哎呦，用正面哦。新坑的他，哎呦，正确的姿势。哎呦，看起来就轻松呢。那这轻力啊？无像你啊，系啊，你是咩啊？我客人强咩拖皮呢？哎，欢迎小邱老师。欢迎。咱来看麦内底有啥物？内底好，好我迄来宾坐来啦，坐来讲，来慢慢咱拍开你的行李。啊，那是我拖的。我内底有啥物？好，内底有啥物？其实哦，爬山哦，就是你等于是讲，咱甲咱厝内底要生活要用的物件，拢甲扎去山顶就对啊。生活开始，像讲哦，自外口开始，哦，要困的。这个我知影。哈对。两脚型的迄个成对，嘿，所以猪哦，对，嘿，困的时阵听，所以你就是困这，甲天开，哎，较尊重的，是单调，是天开。安尼，会当困，安尼当困。在录影的时阵拢这爱会用这种。做散的，叫我多呢，你来去看。这会使啦，哦，这困也该舒适这哦。舒适啊。系啊，这两脚型的，新型的。哦，你困甲足庄严的咧。我这个人一条，你这三条啊，所以这一人份的啦。对，一人份的。啊来，啊，到三回，到三回。你讲几公斤？20。这不止啦。登山杖。乖啊，好来，这是安全帽。哦，你知影最近地动？哦，足侪大位在落石啊，对不？落石啊，落来，嘿是哦，所以咱的迄个圆盔，哦，安全帽啊一定爱扎的，哦，这来讲。哎呦，压一个钱。I will be back。啊，唔是啦，这是机啊啦，啊，这是机啊，哈，对。这敢会使学白机咧？哦，袂使学白机，炸机啊的目的吼，就是讲有听说，咱无一定讲知影讲迄个山路敢会突然的状况，比如讲若放弃，还是创啥物我临时去开路，创啥物用的，嘿，对吼，山顶你讲若着山顶是袂使学白机吼。哇！插刀，空气、氧气，散手。但你记啥话？你记啥话？啊，山刀，嘿，开山刀啊！哎呦，谁赚的啦？啊，无钱通我卖哦，气干呢，一气的呢。哦，这是要安怎用我都看无。就特别呢。这是要用安尼骨的哦。嘿，你巧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你巧，这你有来给你特别潜质做伙去。对。免，我袂要。啊，为什么像讲你啊，我们要甲写甲一气的？嘿啊。嘿，你头拄仔讲到啊，系啊，啊要啥？笋啊。刚刚是你家。山顶有笋啊，高山无笋啊吼。嘿，但主要是要咱迄个人生大事的时阵有无？哦，晒骨啦，那个乌空啦，嘿啦，乌空用的嘿，其实本来是草价啊啦，头前是弯弯的，啊，因为无用到，我们锯掉，啊，佫会当轻量化啦。哦，嘿是，看起来是纯手工的哦。嘿，是拢是纯手工的。就这物件，就这物件，是这样啦。就。你真正爱伊开箱，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爱个收起来。是啊，我来收啦，我来收。我是收起来，搁1点钟。嘿啊，无要紧，老师我来收。你来收啦，啊老，你帮我倒咱一下。哎呀，无日头要落山。欢迎小邱老师。
来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邱老师，今日咧要带大家来去野外佚佗，啊，顺便咧要教大家一寡野外安全的知识，啊，佮有技术。来去。来，今摆要甲大家介绍吼，是咱带囡仔来到这卡里布安村。啊，是安怎叫做卡里布安村呢？本来吼，伊是咧南投信义乡的一个卡里布安原住民的部落。哦啊，伊本来叫做望乡部落。吼，啊，是前2年的时阵呢，因家己吼甲迄个正名叫做卡里布安村。啊，卡里布安的意思呢，就是因本来较早迄个所在是种杨梅。吼，种梅啊，杨梅，吼，所以因卡里布安的意思是杨梅的意思。啊，像讲这是因的迄个猎人古道，啊，行到这的时阵呢，吼，其实会当看因这风景真水。下骹是因的部落，啊，头前呢对中迄个山呢，其实就是玉山，啊，倒手边这边呢看到咧，就是中央山脉的部分。这样手边这边呢，阮徛这座山后壁呢，其实就算是阿里山山脉的所在。后来后一张，阮带囡仔去的是，毋干那看风景，啊了解文化，啊了解文化以外咧，嘛是爱带因去了解一寡因原住民较早的迄个民俗的植物。吼，像讲较早上重要是火，啊因呢用顶管即块，叫做火板凳，吼来去保存因的火种。你讲的火板凳，伊是人做的吗？哦，迄是天然的，其实看起来吼，敢若像灵芝安尼有无？吼，伊就迄大树啊，烂去、死去、大件了后，啊，伊就顶悬的发起来，伊算是一个真菌类的。哦，嘿，是啊，因为对，啊，盖大地，敢若一个椅头啊，啊，狗啊会当坐顶悬，所以才叫做火板凳安尼。是，吼，啊，刷来过，你若行到半路，哎，喙焦要安怎？好，喙焦，对，啊，阮就会。因就会在路边去采一寡细细即款蕨类，这个叫做圣蕨，对。啊，伊内骹的茎呢，剥落呢都有水分。啊，今仔有炸一寡来，互大家食看卖，鸡喙搭一个。对，跟鸡喙搭，真的喙搭无？一定爱剥看买迄对，伊的球茎球茎对，嘿。所以即摆甲挽起来，挽起来。对，你着规张甲挽起来。这是毋是甲抽乐透共款？每一届拢无共。哦，就这样的来。哈，我嘛没敢若鸟啊两呢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一粒一粒那鸟呢有无？我袂使削迄咯。无啦，大家拢有啦。食这大肠的，所以球茎的啊，安尼一粒安尼甲挽落来哈，对，挽落来，慢落来，挽落来，你试看，对，我试看。这样一粒啊，。甲切好清气，啊，甲卤卤的。露露的，露露的，用你的手辛苦切切露露的，镜头啊，甲卤卤的，甲顶管迄金金的毛啊，甲卤掉。好水呢，我会看起来较好食。看那葡萄咧，是啊哦，较细粒，透明的。细粒的葡萄。老师做伙来食。啊好啊好啊，来啊！来，你有甲脱掉无？有啊，你即马咧去。你吐的，对，我是感安尼觉，安尼就使啊嘛。对对对。而且你安尼不这年对白，啊，我会较白。爱较少年，啊，较幼气啊。哦，我迄较幼气。对，较水较水哎，我甲伊。啊，大粒这较老就敢若青啊，共款爱食油的。啊，我这较瓜唔通，较瓜就是较老。但是倒一个水分较济。水分是共款的，啊，只是讲啊，较老的食起来小可较涩的感觉。较涩哦，较涩哦，这免掰皮啦。免掰皮啊。免白皮，你是食葡萄呢？当做山葡萄呢。啊，真正要食的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嘿，啊，无你先切，我这食口感敢若来啊共款，你看。来啊，会甜吗？嗯。甜水分介济有无？有烤叫你看。哎呦，烤叫，那定力。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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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素叶汤就好啊，哦，爱泡毛吞落。哦，你什么味？我真有够涩，高兴。迄规个嘴拢安尼，流哇来。对啊，袂歹哦。啊，不过真正水足济水分有够吼真济水呢对，我嘿。有一点仔滴滴，拄开始。这个口感就是咱咧食迄蕉来啊，
好，有成有成有成。安尼粗粗啊，但是水分真济。是。所以最大的时阵，差不多要食几粒才会挤水大。你真水大你啊？无啦，我是无先水大。你真正就最大。糖，哎，这有鸡母糖呢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鸭肝还是鸡母糖？真的耶！这就是鸭缸吧？老师这是啥？哦，迄只是马路啦，千足虫啦，其实伊介高水啊，大家免惊。哇，是金黄色这的家哇拢是安尼可爱的小昆虫，啊，唔好惊，嘿。小吗？那个不太小了。我怕高水，这是引导呢。嘿对，我你们甲伊搅搅呢。结束的时候，我带伊去外口放生了吼。放先好，来我来放地盆在遐。老师继续。好，来，恁敢知影这安怎念？上好卖小吹。对，咱来去野外的时候，大家拢会上惊，敢有蛇？啊，拄着蛇的时要安怎？惊吓。打草惊蛇。对，打草惊蛇。泡澡。吼，其实蛇的部分对咱台湾较唔免烦恼，因为其实蛇是足惊人的，而且蛇伊的毒液是足珍贵的。安怎讲珍贵？你唔是伊的猎物，所以伊袂为着要甲你，为着要食你，释放伊的迄个毒液。袂凊彩甲我加，对，伊看到你，敢若看到鬼咧，所以伊一定紧酸。你唔係靠我。所以你免烦恼，所以其实蛇其实唔免伤惊，看到伊真正若活着，你就等伊，互伊家己走，安尼就好啊，唔免特别紧张。另外咧，其实咱台湾上爱注意的就是芳，在咱热天、甲秋天、尾的这个时阵，虎头芳的部分呢，其实是上危险的部分，尤其是咱甲野外的时阵。会去加减，拢会去拄着一寡芳，你会看到迄虎头芳咧，伊本来是一只呢，伫你的身躯边安尼飞啊，好这个时阵你要安怎？该拍好啊！其实咧，你若甲拍，伊一定会绕兄弟来。你若叽叫，伊嘛会绕兄弟来，伊会着切惊，你叫我大声要创啥？其实拄着芳，伊的重点就是第。爱冷静，第二爱安静，第三呢，当做无代志，你会当继续行你的路，动作莫伤大，若无你若真正会惊，你就停落来，你若有小可，对，你若无摕落来，想要甲，伊就找兄弟来啊，对，好。即马甲你问，怎找兄弟来要安怎？找兄弟来，找兄弟嘿，咱敢无兄弟？老主人嘛，是毋是？你若想讲，伊来时是啥物10万大军呢？哎呦，迄惊死人呢！这声看袂安对，要安怎？歹啊，等落，紧走，逃命。歹啊，啥爱等嘞？袂让老大迄遐尔重，你歹落，你有法度走吗？咱敢走会赢，伊用飞呢？可能加减顶1-2针，毋过无要紧。你若无走，迄是更加专家。是。订2包是会死去吗？袂死，会听尔。差不多订几包就差不多啊。照按例来讲呢，差不多订50针左右。你就爱这世人，你就爱西药剂啊。伊的毒啊，互你急性肾衰竭。哎呦哇！所以。但是至少佫叫会落来，佫叫会活。你若订超过100针呢，你去见佛祖啊。哇！所以咱哪好订都爱哪算，1针，5针，5针，我记得，出来叫。现在我袂使正经叫，你才会知你叫订几针的。对，而且伊一只虎头芳会当订你足侪针的。伊订伊袂讲伊的针留咧顶悬哦。对，蜜芳的针有钩啊，所以伊订了了会高调的，就一只订一针就死啊。虎头芳无，所以伊会当一直订。哎呦，讲到芳老师，我捌咧录影的时阵，飞来一只芳，差不多到我食指杯大只。是。阮咧巷肉边有一块山楂，是。伊真正飞在肉顶悬，整一块飞去呢。对，摕去食。嘿。伊真正迄肉。乌一空呢，迄是虎头芳吗？是虎头芳是肉食性，哎呦，伊食肉食粗的，嘿，对，伊毋是食素的，嘿，蜜芳才是食素的，对，是。来后一张来，这安怎念呢？
西北好，吹无路要安怎？西北好，西北好啊，西北好，好。你是咧，这是要甲大家讲吼，来分开吼，西北好甲找无路。吼，咱先讲西北好，其实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去野外佚佗时，毋是讲物件洗手啊，款一个水，款一个盘仔款一个，咱就会当出门啊。咱出门之前爱先看天气。找无路是上重要的。找无路是啥物意思？找无路你就迷路啊！是，你就用 Google Map 就好。可能是无嘿电。对。无电。好，找无路，咱即马拢讲啥？调山。哦对，找无路吼，头一个先停落来。第二个爱冷静。第三个，紧来甲你的迄个 BB 啊摕出来紧分，无就喊救命。第四呢，会当补充一寡食物、水，会冷，甲衫穿起来。莫搁叮当啊。找无路的时阵，上主要就是安尼。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，你找无路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人叫你的名时，你袂使话头。唔通甲应，这最重要，这最重要。结果教练就来头个包，我直甲你叫你，我找你找我找两条，你叫你讲你，奇怪惊啦。好，来，恁知影为什么找无路的时爱先停落来无？因为自细汉妈妈爸爸拢安尼讲，你若是找无路，你就莫叮当。对啊，等爸爸妈妈来找原本我。伊上有法度找到你的，就是你原本行胖去的迄个所在。对，正确。其实恁拢袂歹呢，但是你知影实际上是安怎？你知无？是安怎？伫野外时，你若找无路时，大部分的人会足青惊的。对。你就想讲要去找路，对。愈找你就愈行愈远，愈行愈远。哎呦。到尾啊，你找无路，别人嘛找无你。哎呦。因为你当在找无路时，迄个时阵你离原本正确的路其实是真近的。所以你若真正找无路，你唔通叮当，你就冷静。伫遐紧喊救命，也是讲 BB 啊摕出来分，真紧你就会去互找着，是安尼。好来，总袂当拢爬山吧？还生水。即张是咱去迄个花莲北埔溪，带囡仔去耍水的部分，有清凉无？赞对，我介。嘿对，来后一张。好讲到耍水，溪边，咱溪仔边耍的时，爱注意啥物？注意看有落雨无？对，咱是毋是拢会讲惊溪水暴涨，对无？溪水大水会起起来，对。是要安怎看咧？看有云无？看山顶迄边有落雨无啊？山头迄边有大云无？有蒙蒙啊，白。所以爱用听的，先听看咱耍的时嘛，爱注意天气有变化，听看有单雷公无？看一下有信啊无？爱注意者，若是有看到有听到，爱紧走。而且咧，你看这水本来遮尔清，你若看到水开始会变落啊，落啊，顶悬敢若有一寡草啊、叶啊、树枝会慢慢流落，你也知影顶悬开始大水要慢慢要来啊。好，爱紧闪。对。而且咧，佫甲大家讲一寡大家较无去了解的，咱爱看即个环境，敢有适合耍水。第一，咱会当看边仔的溪坎，溪坎的草仔边，甲迄个溪坎的水，中走出来石头仔有偌悬，甲迄个溪坎开始有发草仔的所在。发草仔的所在，甲水面的石头看落差偌济。对，你就知影大水来时会淹到倒位。哎呦，佫有一个，甲头前讲的有关系。溪边其实爱真注意虎头蜂。其实溪边的虎头蜂足济的。这是安怎讲啊？因为咱拢掠做讲蜂巢拢是做伫树林内底，对无？对啊。其实因是做伫树林的边啊，拄好有较开阔的所在安尼。所以溪边呢，迄树啊边啊，即款所在悬悬的所在是因上爱做树的所在。嘿，佫有当时咱会去。伫溪边有一条桥嘛，桥骹去烘肉嘛，桥骹嘛足够做树的，嘿，所以咱溪边去溪边耍去烘肉时，爱注意这几点，嘿是真重要的。好，再来只巴肚腰啊，好，巴肚腰，他拄迄毋通搁摕出来，迄慢来哦。对，来这要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吼，来，我伫野外时阵，好，这个是一个真好用的物件，恁敢知影这是啥物？会使摕出看开吗？会使。迄看起来敢若迄个加速炉咧打迄个有无？阿鲁米的连种。哦，
哦，哇，这长哦。这是啥？我足饱的呢，哎呦，这足饱呢。是咧呀我，这行马咧用的吗？恁叫这看卖感觉你若穿咧嘛不哩啊水呢，你去。时尚哟，对对对哦对，哦，气势气势气势，上行者赞赞赞，动动不会解不会解，然后讲哇，还有时尚哦，哎，这嘛袂歹呢。对啊他们哥，你野外需要时尚吗？无伊讲伊即摆要煮饭啊，煮饭对啊，我要煮饭啊，我知，伊若天开的时阵炸风，炸风，是哎，啊无你的火起哦，袂起会起袂起来呀？哦，哦，你就是杂货，有有，啊，是这是咧包迄鸡啊，有无？该包包的，然来开摕到那是铝箔来，是铝箔的无共伊这是大部敢塑胶对无？哎，啊是，这是摕去迄个有无？物件咧坩仔边，物件拢洗好啊，不搁冲垃圾，用这底咧，坩仔放在边啊，豆豆一正正摕开烘。哦，临时琉璃台有无？是安尼吗？是吗？是安尼吗？是安尼吗？来，咱来看答，有健康吗？改答。来，来，咱来看答案。这一片时尚的披风到底这煮敢若法饭的时阵有啥物作用？加西。嘿，哦，来，这是什么？救生毯，碳，不救生是煮饭的时阵用的哦。不是是，嘿，这是救生毯，救生毯，阮拢讲救生毯呐。救生，嘿对救生毯，恁头拄哦有讲到重点嘛吼，行家啊，行家啊其，实甲行家啊真像，伊的原理是真像的，对。啊，行家身是拢用一个锡箔纸甲包起来，对对对啊，目的是啥物？要互保持温度啊，对，保持温度，啊对，互伊的烧会当伫内底莫走出去，对对。啊，所以阮伫野外行动，你若足冷的时阵有无？你就会当甲家己安尼昂起来，嘿，是当做昂起来，对，行对，甲家己当做是行家啊，嘿我一。盖唱水，水度差不多15度尔，哎呦啊落地的温度差不多6度，啊我一定爱落水，爱唱水去拍鱼，我出水了后就用这包起来，伫船顶帮助很多呢。就有真正捌用过，我有用过啊，这足正用的吼，拄仔感对，觉你会使试看卖。啊，这个足贵的无？你会使试看对卖，这就俗吼，嘿，这款物件无贵，哦，差不多一袋差不多100块左右。哦时尚，嘿，哦，哦伊包安尼，我哪会你感觉？看起来小沙弥呢？你会使连头拢甲按起来，啊留面就好啊，嘿，留面就好啊。时尚呢？这是自己hand钱。安尼袂歹啊，佮呢。一下你就会感觉开始，身躯会敢若温暖起来哦。好，咱5分钟了后，过来甲你讲话，看看访问一对，下。看有熟无安尼。好，看有笑。哎，有较烧呢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有较烧啦，嗯，对啊，啊两个人看会加愈烧的来来，这两个人会伤细领袂？把它关起来。哎，看起来就想要趁钱互恁呢。哎，两个人真正搁愈烧呢，有嘞，他两边烧起来呢，那就哦，规个身躯拢烧起来。爱情就是安尼开始的。无需要，爱情烧起来。啊，再来，咱们来起火啊吼。对，啊，所来咧，嘿，野外要安怎起火？嘿，来，一个是氮气的赖一达，个嘿是氮气的赖达，赖大甲我浸水，恁若在外口，因为可能是环境无生好活啊，这是拍火拍火酒，石啊，嘿，会做啊，嘛是用氮的啊。恁若在外口要起火，是恁会选倒一项物件？赖大。你话你若落雨淡气的时阵，你会选倒一项？这种状况，这吧，应该会选这吧，氮气应该会选这吧？对啊对啊，恁三个毫无悬念拢选这嗯，好拍火酒。是，哦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，到底倒位咱就较会使救命哦？啊，赖大赖达，是赖达，哪有可能？氮气的赖达呢？好，啊，我即马甲大家讲，赖打氮气要安怎用？后来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哎呦， magic，你这好，你这有料，嘿，你是莫搞头，你唔通骗人哦。找你身躯上吼较大的衫裤的所在是，吼去甲撸，遐撸，哎，哦，水拢出来对，水涌出来吼，水爱上爱海，真爱对，咱换一个，
你这样录袂起来就更小。哎，差不多5分钟啊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无啥会起来哦。在那安尼。刚刚哦，回出来哦。火起出来啊！哇，有咧。哎，等者裤头烧起来未？哦。够赞呢！我伫边仔看伊无偷啊。够气，免啦，你如果这好感动厉害！哇，这叫厉害！但是这若是学着，真正是救命大家有看到有赚到呢，真正真正赚到。哦，所以是其实吼，咱咧野外时吼，赖达拢会加建议吼，加炸几粒。哦，第你的甲四路放一粒，啊，第你的盘仔放一粒，啊，咱有当时吼，佫会迄个小背包嘛，对无？吼，迄嘛会当放一粒。身躯一定要随身炸一粒。系是，若咧野外佚佗的时，嘿，尽量是安尼，吼，基本的是就是安尼。好，今仔介绍到这，感谢大家。目前为止，互阮上经验的就2项。第一个就是迄20 kg 讲歹就歹起来，第二个就是迄赖达起来到，单气的赖达。不是最大的时阵，这不是先不要紧，先不要紧。没。是讲吼，你伫咧做这个爬山的教练差不多几档？哦，我今年第18档。18档18档哦。是。哇！啊，你捌拄过足危险的迄种状况？这爬山的过程当中，基本的啦，危险是基本的。拢一定爱拄着。对，所以一寡咱野外技术，尤其是较专业的部分，就一定爱去了解。哦，因为咱袂当安全拢用嘴咧讲的。啊，我会使问一下，咱是气盛小队对无？啊，问一下，你看过上界难忘的美景是啥物？哦，还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啊。上界难忘的美景哦，恁是要问高山，也是要问？拢可以。人的好啊啦，嘿。人你少年带这个人的，你有相片袂？你袂起来。喂，爱情就是这开始。爬山有爱情嘛？才刚好。爬出爱情当然有啊。有这种代志。伊妈足有经验的。你爬都有爱情。甲恁两个拄啊同款。啊无啦，讲到老师的爱情故事，一定爱讲到因的某啦。因某。伊的斜杠身份是凹豆作文大师。凹豆作文大师。凹豆写文章的哦。我第一个今麦就来邀请你的岛南好朋友，恁的水某凹豆作文大师小探老师。小探老师你好，你好。你本来你是咧教写作文的？对，我本来是教中文的老师。教中文。对。啊，那教叫看你。对啊。那一个会谈社会啊。那教一节野人啊呢？哎呀，本来是多南老师尾啊，所以多咧南老师。多咧南老师你今仔日几集上兴奋，就是安尼，就是。我嘛想要知影咧。那安尼啦，分享者。我本来就是教中文嘛，啊，学生拢会甲我问，讲，老师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到底干我什么事？对啊。我就想讲，你讲甲嘛唔对啊，什么姑苏城，什么寒山寺，无人看过。我就想讲，若是我会使带学生去爬山，啊。真正去看什么叫白日依山尽，什么叫清泉石上流，那不是真好吗？不过我袂晓爬山，到2015年，我去参加一个台湾山野乐活协会向导训练，我是菜鸟，伊是我的教官的教官。哎呦，到处头头愈来愈精彩啊！过来。伊就足厉害啊！哎呦，都会足厉害，都会足厉害。对，足引导的啊！都会足厉害，背山。
啊，个足缘投的啊。哎呦哎呀，对，搞人家咧，吼，你搞快点。啊，我都杀掉伊啊。上班咧，啊，过来过来。都一直背一直背。的做会，都做伙啊，哎呦，真好的音乐，哦，真正拢伫咧山林内底呢，哦。嘿对。啊，恁两个结合就是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哎，对，就像这是咧阳明山迄梦幻湖，嘿，你看哇，迄安尼云雾缭绕，哦，啊，都甲伊写落来，因都马上都有灵感，对，啊，像这张是去东眼山，去吹甲骨文，所以这内底有啥物啊？我有看一个我捌的，都一个，对一个，这里应该是菇对吧？哎，对，菇啊，正菇啊，这是伊的脚边还是讲是安那样呢？结果伊的菇是真正敢若画图的。哎，对，这都是甲骨文。啊，这啥跟我物？就在里看啥？这两只你有看嘛？这两只啥物？迄是伊的签名。哦，签名，签名的啥物字？这啥物字？卡哦，竹卡竹哦，竹啦，哎，竹够型哦。啥你？胶啊，胶，我甲你讲，迄啥？这是啥？你来讲啊！你讲个签名，这是土头啊，啊，这是山顶有石头落落来，嘿，这是石头的石头的石，石头的石啦，石头的石，啊，开始拖来面，啊个面，啊，伊就是对，这是山，嘿，山内底有一个人，这是人，好，徛伫遮，伊看到一只梅花鹿，伊就安尼会使讲故事，啊，遮佫有一个人，佫有一个查某，女人的女，嘿，啊，佫有伊一个因的囡仔，孩子的子，安尼。这安尼就有意义的。是啊，你的囡仔虽然是印度卡，但是若是有这种活动，我感觉会使叫伊去啊，这是规工的咧，我伫厝外面。没得啦，没得，我拄则我看，都咱生气会使啊。不是讲你爱食土。啊，咱这三位小朋友啊，是毋是嘛爱进修一下？咱来试看卖好无？好啊，来啊！我是要写啥物？来，好，我来念几句诗。诗啊，这拢是你咧山顶看会到的风景。好，啊，你来写看卖，看你敢写会到。两个人一组，来，老师会念，好，啊，恁则听看卖要安怎写。啊，你爱念的是诗词、就长的吗？台语还是台语？用台语念，啊，恁听看，啊，甲写出来安尼。较早时拢是用台语念的啊。是啊，古文。古文啊，古文哦。好，准备好。恁爱较简单的，还是较困难？我爱较简单，较困难。好，较简单的来咯。空山不见林，但闻林雾响。空山吗？空山的，这个也出咯，这个也出，甲你包，这个也出，空山你甲我穿空山的啦，这是叫你来变明白啊！哎呦，车子啊跳有单你啦，妹妹啊，这是作文，你正经的啦，这个通过是像话的啊，是不是？我来讲，等我多好尔啦。哎呀，空山不见林嘛，王维的诗。哦，搁一届好不？不见林嘛。空山不见人。啊，后一句。但闻林雾响。但闻林。哎，对，雾，伊在讲话，伊在讲话。母话，对啊，林母也有来啊。林木香是欧巴，香就是好，林木香，好来，一两三，来，恁来打，小爱，空山不见林，林山不见林，林山就有林啊，你是咧？
见山不是山哦，见林不是林。淡文淡文林不雄，雄啊，这是林不人不雄，雄，淡文林不是雄。嘛？对啦。哦，啊上啊你的咧？我来讲我这上简单啊。嘿，来，你是啥？来，你连字都袂晓写，你讲什么咧？啊，你是讲甲骨文？空山是咪一粒山空的嘛？空山不见林，我树啊加两丛，唔是林哦，唔是树林哈。啊个淡文嘛，一粒两淡啊，嘿文听到嘛？林不响啊，就是伊咧讲话。哦，你连能够听到音母啊，你讲话，哦，这话厉害啊！那对哦。你着去领便当啊！健康的大暗地遐啦，大家看一下啦。空山不见林啊！空山不见林，这是像的诗词。王维，哎，王维也是。啊，这是咧讲啥啊？咱看无啥。意思就是讲在山内底，无看到人，但是有听到人在讲话安尼，所以真恐怖的。啊，你叫伊名唔能换头，换头。后一个啦，我来，你开讲的，你两个卖后背头发。你啊，你袂晓写，你会使写英语。困难呢，卖头发，卖头该发。在该在，你念一届就使，免念加一届。好。哎呦，就爸吧。给讲。那会当囥一下。来咯，好。行看行岭即行风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啊？这是老师熟悉的是，熟悉。嘿，苏东坡，熟悉。熟悉，苏东坡的是。你收大滴啊！你是用写还是用滴的？你最收这样，我老师，你搁念一摆哦。你讲一届就好了。搁一届。行看成岭七清风，行看成岭即上风。清风。啊，过来。远近高低各不同。远近高低各不同啊！你放弃来啊？我看说啊，我放弃啊。哎呦！哦，拜托。哎呦！好啊嘛，好，来，看恁我会使去教国文啊，我甲你讲。先看大牌，来，小伟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啥话啦？小伟啦，它是收息吗？清风，清风嘿。收息哦，收息的书啊，苏轼啊，收息，收息。嘿。啊，什么有国？我听到国，安尼念。我看你这可能爱食土啊！你刚来领便当啊！来，咱看正确的答案。哎呦，正确的答案。看吗？来，胸看，胸看心力即成风。哎呦，因为一江风叠加，一江风叠加，种你迄歌人拢有听来。远近高低各不同。有当时有一寡地吼，恁哥哥可能啉不到。环境高低各不同。环境咖啡啦，这是啥话？我专门赶快这是啥话？我胸看走去对啦。对啦，你敢若有不一年，九，对，不，哎呦，啊，不懂啦，嘿啦，不懂。我刚刚挑的胸看尔。啊，算了，这先难啦。这是咱爱互咱的想象力发挥，对，这无要紧，这是就趣味的，就好对啊。啊，咱两位吼，咱今仔日咱导览内容，安尼听了有介意无？有想要找咱老师做伙来去爬山无？有呢，我感觉真正是足趣味的，因为平常时吼爬山，敢若爬山尔，啊，毋过吼安尼做伙吼，我感觉佫会当写这。什么空山不见林？我感觉就有趣味的，我感觉就有趣味。我是嘛是感觉袂歹，会使缀伊去啦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迄个牌啊，伊也甲我牌。20 kg。啊，你最后咱来决定好啊！你若真正吼要对咱吼，做咱老先生做伙来爬山，咱开先甲天开，哪会好哪行，安尼到底有要做伙来爬山无？一两三，请决定。啊，做伙来去。
来刷顶来。咱们去爬山，准备好了没？出发了！心里话，金宝贝，都不懂，不懂。